农业部农业试验所组成研究团队，研发出种姜的新技术，唔但来提悬到9成存活率，更加甲产期缩短到1年内就会当采收。 把姜母放伫个鼎锅内底，煮做姜母汁，放好冷，再搁含牛奶茶合做伙。台湾姜母种的面积差不多800外公顷，一年生产差不多2.4万吨。过去种姜较会因为带菌增加病虫害风险，搁再加上外销的真姜较无好保存，常常面对生销困境。它特别是在温室里种啊，可以避开环境的影响啊，特别是台风。 还有下雨的影响，让姜可以长得更好。透过组织培养，避免原菌感染，嘛将产期缩短到1年内就当甲满。嫩姜大家都很喜欢，国内的朋友非常喜欢，日本朋友更喜欢。 农试所嘛研发出益生菌的配方，增加抵抗力和缩短产期，嘛将真姜的保鲜期延长到25天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